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31日，希伯来书10章22节安尼讲：咱着用真实的心、坚决的心，清起无亏欠的良心，甲清水洗过的身躯，来亲近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用真实甲坚信来亲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万物、立理万有、掌权伫全地、赐福伫敬畏你的人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阁是满有良善、充满慈爱、喜乐怜悯，愿意赦免阮一切罪过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你以爱怜悯，毋爱祭祀。你愿意人人得到救，毋爱一人沉沦。主啊！你听阮到安尼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！你的恩典遐尼大，你的疼痛遐尼深，阮只有用全人、全心来回应你的疼。主啊！我要用真实的心、坚决的心，清起无亏欠的良心，甲洁净的身躯，来亲近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的疼遐尼大，咱就用真实的心来回应伊的疼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